Hello，大家好，我叫 Alicia Solar，我係沙加緬度市語言服務協調員。今日呢，我哋會演示如何使用我哋一啲新出嘅語言服務工具，例如我哋呢個 iSpeak Card 同指出你需要翻譯語言嘅傳單。企喺我身後嘅 Jessica 就收到張停車罰單。哎呀，咁我哋一齊嚟睇下係咩回事。咁每次你去市政府公共服務櫃台嗰度，你就要去揾一張叫做 iSpeak Card 嘅嘢，將 iSpeak Card 交俾工作人員睇，咁佢哋就會知道點樣做噶啦。工作人員呢會安排一名翻譯員，你就可以透過呢個翻譯員同工作人員進行溝通。咁假如你冇 iSpeak Card 咁點算？唔使擔心，我哋會幫你嘅。咁工作人員呢會俾一張語言識別卡你，你只需要指出你講嘅語言就 OK 噶啦。咁喺呢度呢 Jessica 就指向廣東話，咁所以工作人員呢就知道當佢打電話去揾翻譯嗰時係要揾邊種語言啦。咁依家翻譯員呢就喺個電話度啦，咁 Jessica 呢就可以問關於罰單嘅事情啦。咁呢度呢，就係你可以如何使用我哋嘅語言服務啦。咁如果你有任何問題呢，都可以隨時訪問我哋嘅網站。